大家好，我是柯基田。大家好，我是柯瑞文。欢迎收看《修行的迄一天》，耶！今日来到这是云林的水拿，听讲这哦蒜头甲番薯哦拢真出名。我有识识一个妹妹啊，伊的个性真温顺，不过哦出头嘛是真济啦。听讲因兜就是种蒜头的，这几工啊拄好咧收成啊。伊哦叫我来田林陪伊佚佗，顺便体验看卖。啊，这么快，唔知因兜哦到底是倒一区？无，咱今日去找看卖，行。甜甜，我来啊！你哪见？你要我家来呀？哦，像怎样你伫遮找一阵嘛？那拢遮济人啊？嘿啊，遮拢是阮兜的人。哦，拢是恁兜的人是来斗收蒜头的。嘿啊，全部拢是来斗收的，而且我嘛是共款买。你嘛爱斗相共，这样你用的就对啊。嘿啊。哦，安尼我敢会当甲你斗相共？会使。好好好，安尼我们为倒位开始。我来教你。就是先摕一支，摕起来，嘿，支摕起来。爱先甲这甲伊加掉。哦，伊这变安尼。哦，会当加到遐内底哦。会啊。安尼。嘿。好。啊，爱甲这留一丝啊。留一块啊。嘿。甲伊加落，安尼就好啊。先来摕这。好。所以这全部拢爱加加的哦。嘿啊，而且佫有一大堆咧。那到遮济，啊，这是要加到强时哈。嘿，迄我就唔知，因为我平常时加加的，拢会走出去耍。你拢去摸灰就对啊。嘿啊。啊，不过这那安尼加的，伊是就无爱啊。拢是无爱的，拢是无爱。应该有一寡嘛是会放一个做肥料。哦。不过拄仔你讲，你拢会哪做哪甲，就是爸爸妈妈还是姑姑阿嬷开讲。啊，无看安尼，大家拢这认真咧工课，也无看因咧开讲啊。因为都是我早去甲因开讲的。你着举一条椅啊，去走去因边仔坐安尼。不过我是第一摆甲厝内遮济人做伙做代志啊。是啊，阮平常时拢会做伙做代志，做伙恁平，这就是恁的日常就对啊。嘿啊。好，安尼，这区才是姑姑馆的是无？嘿啊。安尼叫姑姑。姑姑，阮遮加好啊，你来检查一下啊。这我甲甜甜加的哦。无入资格，这个伤长啊！这伤长吼，人客讲啊，这伤长唔好看，爱加短一寡呢。哈。啊，无这网我嘛是会拄破，安尼搞起来，啊，拄较好哦。啊，系啊，安尼规趟拢系。免紧免紧，两工爱改进就好。啊，另外再改进。好啊好啊，啊，甜甜进前加，刚拢是加。以前足正的，前迄国小1、2年级就出来了斗家，嘿啊，一边佚佗一边做。那么搭帐篷啊，搭帐篷伫遮。搭帐篷啊，在露营啊。哦，真的啊，足趣味着。系啊。啊，所以逐摆咧收遮蒜头的时阵，拢会甲厝内人拢斗出来。系啊，厝内人都好啊，拢即马工就歹请的啊，足合作的啊，拢嘛讲啊，拢做袂去，大家拢请特休来斗家。真的哦，请特休来斗家哦。对啊对啊。毋过我拄仔问甜甜，伊讲就是大家会当坐遮咧哪做哪开讲。系啊，人拢是爱特别
出去耍啊是安那？恁伫遮安那家对，咧？联络感情。嘿啊，这是我的爸爸，你的台语名叫什么？我叫柯兴权，好，啊，你平常时介意做的？介意做趁钱啊。啊，你这尔介意趁钱，你敢要互我加一寡零用钱？趁钱就是要你读册，要零用钱。啊，这是我的妈妈。啊，你的台语名叫啥？你敢知？干风华啦，就歹念的国语台语共款。啊，你创啥？你投农药？诶，啊我有缘投无？即嘛无，以早有。我要安怎讲？一言难尽。啊，凊彩。你有较长手莫加一个。啊，即嘛校功课会晓袂？遐简单着。简单点嘛就臭屁。简单点你敢有考100分？会90几分，才会当过关。对了，较注意就好。啊，伫厝乖无？啊。我会当看我家己乖啊。爱听阿嬷甲妈妈的话。啊，趁上班无地，你才乖。迄嘛当然的，我当然嘛乖。啊，你剃蒜头、剃头毛了，差不多。按搞了好算。啊，你敢袂？我无啊，我已经秃头啊。是安那有较厉害哟！哥哥是哥，你哪遐紧啊？可怜，快点！哎呀，进来上力。你呀，为什么你会较短？啊，我上输。就跳啊！已经准备好要干。我跟你我来。进来！你穿车哪个走紧？进来！你袂着你唔是穿车拖呢？走紧啊！进来！凊彩甲倒。阿妈，这即马是要加，扭起来，这是要加倒出来嘿，啊？甲倒出尾个骹扭起来，哦，有下啊，尾个扭开我倒，安尼开我倒，扭起来，安尼扭起来，啊，阿妈，这倒出来是要创啥？倒啊拍啊，拍哦。嘿，好，安尼倒。所以饲仔卖迄拢是拍过的。嘿。甜你会晓无？会啊，好，安尼你甲我教，要安怎用？好，就是甲配用了，亲像找一个，嘿。啊，甲只乌乌的皮甲撸来就会使。哦，上外口迄层。会晓袂？嘿，好，安尼对，安尼做，安就好，安就好，安尼，安尼就好啊。嘿，安就好。爱分大细了，啊，这算大粒啊？嘿，这大就去大。啊是安那爱个分讲大还是细？这是介绍的关系。哦，介绍无共就无共，对啊。嘿，这无共。啊，这个分安尼就是这大粒的较好计，啊中的介绍，啊大的介绍，啊小的介绍安尼，分3种的介绍。啊，毋过敢会人拢买大的，无要买细？买哦，买哦嘿，还是在人拣安尼？嘿嘿，在人介意的，嘿，在人介意讲啊，我要买大粒的较好较水，吼，啊是咱要对一份的对一种的介绍，安尼爱介意的人下就对啦。哦，嘿
所以就是为阿嬷你开始就咧种蒜头。系啊，即过来换阮囝婿落去种啊。我足想要搁种呢，看人咧卖吼，卖着安尼欢喜啊吼。迄时间早听讲，我嘛想要过来种呢，伊讲卖啦，老啊，辛苦啊老啊啦，对啊卖搁种袂啊啦。我感觉我就配合伊，为啥？伊做代志嘛，就是做足久的。我就想讲，遮尔热的天，伊是安怎会伫咧外口遮尔啊久，拢袂热吗？你刚才想要带阿嬷出去佚佗？那带阿嬷出去佚佗，你想要带阿嬷去倒？带阿妈去百货公司。好，好啊。这是我的阿嬷，阿嬷，你的台语名叫啥物？我的名，做本名做陈阿春，较早学白虎的陈阿春。阿嬷，我甲你斗3工，你敢会欢喜？好，足欢喜的哦，阿嬷足欢喜，恁甲我斗做，恁若要甲我斗做，阿嬷拢足欢喜的。啊，阿嬷，我要甲你讲哦，你袂当讲你家己无好看，我感觉你足好看。啊，迄孙人学落，阿嬷就足欢喜的。看卖哦，蒜头嘛有哦。即马较少人，啊，敢是安尼画袂？哦，是安尼。好，等下一下。好，多谢。多谢，再过来哦。蒜头哟，100块，你大粒细粒的。有人要买蒜头，蒜头看嘛咧，好价钱要大粒细粒的。两包偌济啊？一包100。一包100。好，多谢。再过来哦，谢谢。哇，姑姑安尼真正会甲你拢卖了了。这是你的。谢谢。包50啊，歹势，甲你弄掉。 290块。不管今日安尼算是生意敢好，普通啊，普通安尼是普通尔，拄啊遐济人着。你啊，会早起，老岁人拢足早起来。哦，那么6点我就在等。 6点外，安尼恁几点来排档？暗暝6点。哈，还未6点？6点外你敢起来？我应该是爬袂起。爬袂起来。那安尼你敢会无聊的时阵嘛，家己走去踅踅？会啊，无阮等一下去踅踅。等下，较无人的，咱去踅看卖。那安尼咱即摆较拍拼的，加卖一寡。啊，看卖哦。来哦，番薯蒜头拢有哦，红的黄的拢有，看卖哦。50。好，多谢。来，再过来哦。哦，咦，有卖迄呢，那个细卡，咦，细卡汤，牛肉、羊肉，啊，是安那才会叫做牛汤？因为这是古早人咧买白牛的所在。哦，人会甲牛牵来遮卖。嘿，哦，所以才会叫牛皮。我阿嬷细汉的时阵，伊有伫遮买一只牛。真的哦，就是伫咧遮买。哦，真正有咧卖牛就对。啊，毋过即马敢有有人咧卖牛？应该是无办法，哦即摆拢是超市拢是咧卖食的，也是买卖。哦，就变做人来遮，就是买物件，啊，无一定是牛安尼。而且我带你来去食我上喜欢食的物件，你上喜意食的是啥物？就一个饼啊。就伫遮，这间阮拄仔经过才礼拜。原来这间是你上爱食的。好，安尼咱入来食。哇！哇，听起来足香诶！这是你上爱食的。这是我上喜欢食的一间。这间就对啊，这间卖羊肉你拢爱食。嗯。定定是爸爸带我来食啊。爸爸？嘿啊，因为
妈妈拢伫咧厝里，平常时拢是爱做到11点外，妈妈要煮饭，所以就无啥。伊嘛会无应该要活中昼的对。生病的感觉。第一天的台语课。甜甜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是酸辣花。酸辣花？什么是酸辣花？酸辣花就是另外一种品种开的花。哦，伊会开伫顶悬就对啊。嘿，啊，这敢会当食？这会使食。原来这嘛会使食哦。安尼，原来这就是酸辣花，咱搁讲一解哦。酸辣花。甜甜，这是什么哈？这是酸辣根，因为伊就像喙鬚的，所以嘛会当叫伊酸辣秋。哦，原来这叫做酸辣秋，安尼咱搁讲一解哦。酸辣秋。甜甜，这个这么长的生伫蒜头顶悬的这个是啥？这个叫做酸辣鸡。酸辣鸡？我乃无看过一个。因为阮平常时咧修行的时阵，阮就会甲伊夹起来。哦，无怪我都无看过，所以你讲这个叫做酸辣鸡，安尼咱搁讲一解哦。酸辣鸡，安尼大家会晓袂？妈妈写足紧的呢。哦，你两个敢要比赛？我若是比赛，我绝对是输的迄个。妈妈要比赛，快看呀！妈妈，我想要问你哦，你细汉的时拢是伫咧食番薯签吗？系啊，从细汉豆腐番茄嘛食啊，真欢喜咧。老人讲，菜我嘛就食落。安尼你敢吞得落？我应该是吐出来，就算伊讲爱吞落，我嘛是会吐。你细汉的辛苦，恁拢唔知，嘛没办法。较早的时阵，食的物件无遐济啊，嘛无啥物四手啊。无啊，系啊。要食四手啊嘛是。要巴肚尔。系嘛无钱通买啊。就无像我会早四手爱去好好食。对咩？阿嬷前几月做，你敢知？12月开始摕牛草，发草互牛食。就是我这个时阵。这病人呢，你起码得来起。无可能，当然嘛是爱好好读册。我听老师咧讲话，我会听得出。迄真正像咧上社会。催眠曲。哦，我，紧！你真正无法度啊！来开始，紧！等，歹势，咱比赛伫咧食。你看，无啦，你爱为迄边拍啊，开。红薯头啊！系啊，即个红薯头，无咱来去买暗顿要用的物件。好啊。你会甲弟弟出来耍？毋过有时阵就是无想要带伊出来耍。为什么？因为伊足烦的。伊足烦的，为啥？逐个带伊出来，伊拢一定爱买物件，而且开的拢是我的。有时阵是伫厝内看手机啊，无想要食。你是只爱骑脚车？我拄仔看有你咧骑脚车着。啊，你哪无要甲伊倒进去骑脚车？因为甲伊骑脚车，伊会落我。伊会录你，你无甲伊放录就对。嘿，是哦。进前有只猫啊伫遐，毋过只干啊嘛是有一台车，阮下课的时阵经过遮，就有看到。就伫遮哦，轻轻啊尔呢。拄仔讲今日要买啥？起仔饼。起仔饼，嘿，是吧？哦，遮大包哦。无啊，伊应该有用细包的。有细包的好，等下问头家看嘛。哇，遮做啥物件呢？嘿啊，这四手啊、土豆，搁啥？看一下，这项的呢。你敢有想要食啥？
咱敢会当头尾当去食。买物件剩那家来买。买物件剩的才来买。好，安尼咱先买拄仔讲的迄起饼，啊，搁有啥无？搁有油，油，你上爱食的。这海苔烤味的，是无？对不对？455，无唔对，好，来行。好，钱好弟弟收，收好，来，安尼，好，拢有买着啊吼，你就起饼油，搁糖仔饼加饮料，对吧？哇！很千埋哦，很埋，来，好来，啊，先食这个，先食。无啊，紧嘞，阿嬷要甲你缀无？干来对。很钱埋，好，我帮你，好啊，好补一个啦，哎哟，看你拢遐辛苦，你看，安尼，好，来，买啦，那会，安尼我就无客气啊，好。来食来食，水啊，先先食哈。我先，我要食菜。你做甜的，混物件，做物件，好，混个对混物件。这是干嘛？啊，这边呢？结饼呢？结饼是多去买的迄哦。嘿，嘿，咱炒蛋迄毋是甜的，哎，对啊，就看买啊。这特别。我想讲这是啥物干嘛买啊？是臭鸡啊？不是哦，不是番茄炒蛋哦，这是这片煎两个哦。我晓无？我讲，阿妈在你炒。阿嬷无便宜，阿嬷炒。我昨暗嘛，伫咧灶骹小可斗相，小可尔。我感觉其实妈妈甲甜甜感情真好。你平常时啊有当作买来斗出来讲的？唔免你叫就会来。嘿，所以爸爸你若去餐厅啊，是去做事啊，是像恁会去市仔买物件，你可带甜甜去。哎，天啊！啊，出来去体验生活啊，啊，田里做工课，看你个农户的辛苦啊。而且才袂浪费物件呢，知影真正做菜人最辛苦安尼。挂菜就忝的。啊，甜甜，你感觉？你家会敢介意去餐厅斗相共，还是讲？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平常时拢足无闲的啊，因有时阵我去斗相共，我就想讲帮因斗相共一下，安尼互因较紧转来。啊，你敢会希望讲因莫过遐尼忝啊，还是讲加利用寡时间带你出去佚佗啊？应该一定会希望是安尼吧，因为平常时爸爸就无伫咧厝里啊，放假的时阵希望伊会当用搁较侪时间来陪阮。哦，爸爸平常是无伫咧，无住伫咧家啦是？哦，真正哦，做工课安尼。哇，爸爸有听着哦，调工讲互你听。你别对我拢有带去啊。因是一个足温暖的家庭，就是虽然因的个性毋是讲迄种一定爱讲啊，我足爱你，我足爱你的啊，我是安那的啊，无一定的。毋过因拢是伫咧一寡较小小的所在，可能为对方来设想，所以我感觉讲，因兜的人真正感情拢足好，而且就想要甲甜甜讲，就是你有遮个厝内的人，就是无论你以后要做啥，你一定会记得，因拢是你上好的靠山。好可怜，对哦，你来做哎呦，我擦！我擦到阿妈做迄间吧，今我读惯无家己做个吧。呀，咱来这应该有够看。好，啊，敢有球？无，袂记摕球啊。遮嘛有足个好耍的，好耍诶，亲像甲头等去滴滴遐。头等去，你用摕来等弟弟哦。